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北京舉行江澤民百年紀念大會。中國官方喺星期一8月17號喺北京人民大會堂高規格咁舉行咗已故前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100歲冥壽紀念大會。習近平演講特別提及咗1989年6.4事件，公開讚揚當時擔任咗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維護咗上海同國家局勢嘅穩定。喺談話中亦都強調全黨需要學習江澤民嘅崇高風範，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同發展利益。值得關注嘅係，多位卸咗任嘅中國元老出席咗活動，但係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並冇出席呢場紀念大會。政府同意賭博改革，設立廣告退出嘅登記冊。政府同反對黨星期一晚間向工黨後座議員委員會同埋聯盟黨影子內閣簡報咗大約有15項嘅修正案，喺星期二早上遞交咗俾全體黨員同埋團體會議進行咗最終嘅批准。呢個方案要求使用者提供相應平台嘅註冊電子郵件地址，以辦理退出廣告投放。仲要求社交媒體、影音串流、其他線上平台，淨係可以向完成咗年滿18歲身份證嘅驗證者展示賭博廣告。響影子內閣表態支持之下，法案預計會順利通過，但係有自由黨內部人士透露，黨內部分有議員認為呢個現行法律條文力度係唔夠嘅，考慮跨黨派投反對票。工黨準備加快修復房產負扣稅漏洞。財長 Jim Chalmers 表示，如果換到聯盟黨支持，慳咗370億澳元嘅 NDIS 支出，政府就可以準備加速修正因為房產負扣稅改革意外產生嘅寡婦稅漏洞。政府5月公佈嘅稅制改革對投資物業嘅共同擁有人產生咗唔係預期嘅後果。如果有一方過咗身，繼承物業份額嘅伴侶喺稅務上會被認為係新產權嘅擁有人，轉而冇咗物業嘅負扣稅資格，所以反對黨領袖 Angus Taylor 向政府發出咗一個最後通牒。聯邦政府原本預計呢個漏洞係納入第2階段住房稅改方案裡面嘅，但係法案原本預計唔會喺呢個會期裡面進行審議。因為互開條件嘅政治策略最後能唔能夠可以確保政策順利咁落實，仍然取決喺雙方會期裡面嘅法律條文細節談判。超市測試人面識別技術引發私隱疑慮。Coles 同 Woolworths 喺星期一確認咗準備喺澳洲超市測試人面識別技術去記錄顧客個人生物識別資料，表示考慮喺門市安裝，打擊包括針對員工暴力行為等零售犯罪。兩間公司都補充目前未有係咪正式推廣做出決定，均未透露測試軟件嘅供應商名稱。超市業者對人面識別技術嘅探索係因為行政復議裁仲庭喺2月做出嘅綠燈判決，允許賓寧對顧客擁有技術。皇家物業本理工大學嘅行銷專家話，呢個測試引發咗安全同私隱之間嘅困境，解決之道根本就係處於保持透明度，為教育消費者了解運作流程。Digital Rights Watch 政策負責人就話，呢個人面識別技術係唔準確嘅，讓消費者嘅體驗變得非常唔安全。美國同哈馬斯同埋以色列舉行和平方案會談。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特使同埋女婿庫什納結束咗同以色列哈馬斯領導人為期2日嘅會談，試圖突破美方加沙方案嘅僵局，但隨住雙方立場持續僵硬，而家都係未有突破嘅跡象。庫什納哈馬斯會面之後，隔日庫什納見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希望重整個計劃。10月雖然已經達成咗停火協議，以色列仍然持續對加沙發動空襲同埋佔領嗰啲土地，哈馬斯就拒絕交出武器，導致計劃陷入停滯。以色列官員話會談未有取得突破，指內塔尼亞胡已經明確表明軍方唔會撤出10月停火協議所設嘅界線。內塔尼亞胡同庫什納會談一致認為，哈馬斯解除包括輕型武器嘅武器之前，加沙嘅重建工作係唔會啟動嘅。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